尊敬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館吳善烈領事、黃真領事，尊敬嘅洪門民主黨盟長羅烈先生，尊敬嘅全家華聯會主席連烈夫婦，尊敬嘅我哋嘅校友會嘅榮譽會長姚彩鳳，名譽會長李奇陽，尊敬嘅今晚嘅所有嘅嘉賓、朋友們、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多謝大家。今日係我哋台山一中嘉東校友會61週年嘅慶典晚宴。喺呢度，我非常感謝大家從百忙中抽出時間來鼎力支持我哋嘅晚宴。我喺呢度謹代表我哋台山一中嘉東校友會對你哋嘅到來表示衷心嘅感謝和衷心嘅誠意，多謝大家，非常感謝大家。我非常咁榮幸得到我哋本校友會嘅全體嘅校友同埋理事們嘅副會長嘅信任同埋支持，選舉我呢屆連任做本屆嘅會長。我將致力咁搞好我哋嘅會務工作，為校友會嘅會務更加咁努力工作，團結我哋嘅僑社、我哋嘅僑鄉，熱愛祖國，熱愛我哋嘅家鄉，熱愛我哋嘅母校，為我哋嘅家國多元文化發展做出更大嘅貢獻。多謝。最後喺呢度，我祝大家工作順利，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希望大家今晚有一個開心嘅晚上。非常感謝大家，多謝多謝。